亲爱兄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开始咱的敬拜，咱来吟一颗谦卑的心。求你给我一个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帮助我，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帮助我，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在歌罗西3章12节，伊安尼讲：咱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查某囝，咱就爱存怜悯、慈爱、温柔、忍耐、谦卑的心，就的确来带咱行头前人生的道路。所以在咱的生活当中，咱就爱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对主来行。咱就用祈祷的心，咱来吟这首求主给我一颗谦卑的心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教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。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，给我一个受
所加的灵，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，如同耶稣的生命，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，帮助我，帮助我更多的祷告，帮助我更深的依靠，单单相信你，深深敬畏你，一生要跟随你。接下来，咱来念俄勒之传。日日要受事的听甲稳定，将灵担实际的心回来，咱着来献上心灵的恶乐，将伊变做恶乐之泉，咱着来大声唱。也祈求恩因我的主感谢，予恶乐水泉流流，每一人的心中，日日要受事的听甲稳定，将灵担实际的心回来，咱着来献上心灵的恶乐，将伊变做恶乐水泉，咱着来大声唱，也祈求恩因我的主感谢，予恶乐水泉流流，每一人的心中，咱着来大声唱，咱着来大声唱，也祈求恩因我的主感谢，予恶乐水泉流流，每一人的心中，咱着来大声唱，咱着来大声唱，也祈求恩因我的主感谢，予恶乐水泉流流，每一人的心中。予恶乐真侪咱生活的一部分，咱时时用着感恩向上帝来献上咱的恶乐，咱得来饮一遍恶乐水泉，将咱冷淡失志的心投给咱的恶乐，到一处来回来咱的心，咱来敬拜咱的主。日日要受事的听甲稳定，将灵担实际的心回来，咱着来献上心灵的恶乐，将伊变做恶乐水泉，咱着来大声唱，也
举起手，恩应我的主感谢。予阿拉水泉努力，每一人的心中，咱就来大声唱。举起手，恩应我的主感谢。予阿拉水泉努力，每一人的心中，咱就来大声唱。举起手，恩应我的主感谢。予阿拉水泉努力，每一人的心中。这时候，咱来言安静，求圣灵保守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安静，让平安留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害怕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允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允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允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允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
主啊，阮是何等的福气，受你拣选，真侪主你的囝儿。阿门。主检查伫生活当中，阮有一的困难，伫阮的生命当中，检查有拄到一的苦难，但是主你已经应允阮讲，主你已经赢了这个世界。主，阮无倒有烦恼，阮带着主你所想事的快乐，有高压的信心，充满主你所想事的智慧，阮知影安那来行主你爱阮行的道路。因为主你的确照你所应允阮的，主你要照你的时来成就这个应允。主，这是阮的确信，主，这也是阮的愿望。主，求主你圣神帮助阮，特别阮的兄姐检查伫因的生命当中有这的困境。主，阮相信主你的确无离开阮，主你的确会陪阮行，主你嘛会抱着阮头前来行主你爱阮行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，主你的应允是遮尔长阔关心，主阮感谢你。主，阮学了你，安尼恳求，拢上靠主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咱都用祈祷的心，咱存着信心，甲愿望，咱最后再来吟这首《安静》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风浪让我灵更坚定，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。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满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满有你的印记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仍然要敬拜，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，充滿盼望。我一生要敬拜，生命滿有你的印記。兄姐，咱将咱的心交托予上帝，咱来吟心愿。主啊，我愿奉獻我家己，主啊，我願永遠服侍你。無論我佇叨位，無論我啥境遇，我願意心順乎你旨意。願為主做真邊，願為主做老婆，願為主服侍人。主啊，我願奉獻我家己，主啊，我願永遠服侍你。無論我佇叨位，無論我啥境遇，我願意心吹求你旨意。佇叨位，無論我啥境遇，我願意心吹求你旨意。
主啊，我愿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愿你心顺服你旨。我为主的生命，我为主做真兵，我为主做老婆，我为主服侍人。主啊，我愿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永远服侍你。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愿你心找求你旨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愿你心找求你旨。兄弟，咱的心有交托给主无？阿门。虽然有时咱的境遇，咱的年龄、年轻、年老、破病，也是病痛、艰苦，咱有时感觉讲，咱无法度服侍主。伫顶礼拜，牧师有分享迄个花伯伯的故事。花伯伯年老艰苦，总是伊看到风，伊感受到风甲鸟，所以圣神就甲风甲鸟同款。无论咱是啥物款的境遇，圣神拢咧保守咱。所以花伯伯，伊虽然互人当作是怪伯伯，总是伊用伊的温素，伊的绘画的温素，将这款生命分享给大家。兄弟，咱毋知影上帝要安怎用咱，有时咱的境遇甲咱无好，总是上帝拣选咱，咱爱家己交托给上帝。咱最后用安静的心，甲咱的心献就上帝，咱搁来临心愿。主啊，我愿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愿你心顺服你旨。我为主的生命，我为主最前边，最前边，我为主最老婆，我为主服侍人。主啊，我愿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永远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愿你心找求你旨。我愿一生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境遇，我愿你心找求你旨。阿门。阿门。
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，咱伫遮要欢喜快乐。耶和华，但求你拯救；耶和华，但求你互阮发达。耶和华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，应该受到祝福。耶和华是上帝，伊的光照阮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最悬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虔诚徛伫伊面前。无伫我如世间俗事，各项恩典伊相思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咱即时做伙来吟诗学老主，吟诗圣诗第69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学老感谢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下，学老耶和华上帝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学老感谢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下，学老耶和华上帝。时大救主听从上帝，照顾人类的天命，赐开温泉，赐予你的产能出产，无怨欠亏。学老耶和华上帝。我的心神，我的心神，虔诚调记主的名，伊是全能永更上帝，永远伫你天顶地。学老耶和华上帝。阿门。咱犹原徛地，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时三角的启应，启应文第24篇，圣诗后壁面启应文24篇，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，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。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？
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迷路，离开你的诫命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，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。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有受苦，是做我的利益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日开帖就发出光。你是公义，是永远的公义。阿免。咱这是由原来吟圣诗第296首，圣诗296首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日日进步。世间无论危险艰苦，救主耶稣时时保护。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的手时刻保护。我爱尽心做你学生，你大施恩亲手保护。请咱一个吟全首。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带我向前。
三甲額頭來祈禱。至聖的天父上帝，願同心自入佇你的寶座前，同心學樂你的聖名，感謝你的疼，因為你的疼感動真濟人，互因願意忠實將你的福音傳予別人，互阮得到救贖，得到恩典。主啊，赦免阮，當阮享受福音恩典的時，反倒失去傳福音的動力，直到阮的生命，親像無活命的水，永遠停佇遐，無閣再進步。懇求主憐憫阮，赦免阮，因為有福音，阮的生命得到透放；因為有福音，阮的生命得到永生；因為有福音，你甲阮有親密的關係。感謝你才聽阮，因為福音充滿着你的恩典甲疼。阮願意接受傳福音的使命，無論對啥物人，阮攏有一粒迫切的心，要將福音來傳予因，互阮開喙見證阮所信的，宣揚阮所領受的恩典。因為耶和華啟示阮講，獨獨我靠耶和華的，要得到新的氣力，因為要親像鷹鳥體勢飛懸，因走也無野，行也無閒。求上帝施恩幫助阮，阮願意順服聖神的引帶，無論要去啥物所在，拄着啥物款人，佇任何的時間，攏互阮知，阮必須要完成傳福音的使命，互更較濟人歸向主你，求你的聖神堅定阮的信心。懇求主幫助阮，佇無用的中間，依然感謝你的祝福，無袂記佇侍奉的決志，幫助我更較捌你，互我的生活更較充實有意義，更較體會侍奉的時所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以及真正的平安。親愛的主，願佇敬拜時享受你十字架頂的榮光。將你的話刻條佇阮的內心，成做阮生活的準則，幫助阮哪來哪聽你，互阮更較親近，更較體驗你的疼。阮的感謝祈禱，攏是靠主耶穌基督聖名求，阿免。請聖樂隊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到31节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，兄弟啊，试看恁会受调，照肉体有智慧的无偌济，有权力无偌济，有尊贵的也无偌济。若是上帝经世间的戆的来互智慧的人见笑，上帝也经世间的软弱的来互勇壮的见笑。上帝也经世间卑贱的人看毋上目的，以及遐个无的来废无遐个有的。互见若有肉体的，伫上帝面前无通夸口。若是恁对上帝得到点伫基督耶稣，伊对上帝替咱诚做智慧，搁做义，诚圣，以及赎回。至到照所记载的讲，夸口的人定主来夸口。以上讲到上帝的竞选，上帝的竞选。咱请罗牧师。咱三甲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，阮搁一摆会感谢主你，互阮也有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三甲读主你的话。愿主你的话进入阮的心，互阮谦静伫你的面头前，伫你的眼中看做水，互所讲所听的平平伫你的面前，诚做有福气的行义路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大家可能无看过我啦吼，我是咱隔壁教会元岛教会的牧师啦吼，有机会因为台南圣安院的奉献主日，一只甲大家来分享。伫分享的大声提醒咱一件事：当咱来到教会内底，当咱咧听讲道，当咱讲咱要传福音，问咱大家一个问题：听讲道为着啥？为着什么人？传福音，你第一个要传互什么人？这真重要的事哦。听讲道永远拢是咱甲上帝的关系。是毋是？当咱讲咱要传福音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这个福音大声先传互咱家己。咱若毋知影上帝好，咱要甲人讲上帝好咧。所以一开始用一段话来讲做咱今日开讲道的大声。这段话安尼讲。有人讲吼，人生是乘法。你若无准备好，那呢就算你边仔有搁较好的爱情，有甲你真有缘的人来到你的身躯边，你若冷淡，一切拢是空。所以，当咱来到主的面头前，当咱来参与伫即个敬拜中间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先准备好家己，互咱的心有火热的心。所以，当咱在看咱今日的经文的时阵，咱一开始看经文，一开始讲啥？当咱面对咱的受调，当咱看见咱的使命的时阵，咱要讲，当咱为着主要做工，咱到底是倚靠啥？伫咱经文的一开始，咱看一个真古锥的事哦。在讲啥？人啊，毋通认为咱家己是真傲。伫现今的世代，当咱面对咱家己的使命的时阵，咱常常伫教会内底，伫咱的服侍，伫咱的使命内底。咱拢期待啥？我靠我家己来做事工，我靠我家己来行这条道路。但是到后来，咱发现，伫现今的世代，当咱在行这条军队上帝的道路的时阵，咱发现，咱的上帝渐渐消失去，剩落是安那？咱家己想要成做上帝。但是咱期待的是啥？当咱面对咱的软件，咱才有看见上帝的光强。所以，当咱面对咱的生命的时阵，请咱会记得，互咱看见咱家己的无够格。伫讲道一开始用这来称做咱的分享。有一段话安尼讲：你可能捌，也是真歹受压迫、受人歧视、无平等的对待的中间，有侪人看你无好，看你无够格，暂时认为咱做袂到。咱可能会认为咱真伤心、生挫折，暂时咱安那想要无想要做，但是请你想耶稣基督，
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偌济人攻击伊，偌济人认为伊是假，甚至甲笑。但是耶稣知影伊的使命是啥物，伊要为着人活。所以，当咱面对咱的性命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为着你的愿望甲你过要来的代志来做祈祷。伫静谧的中间，你会得到答案。为什么我用这段来正做开始？伫今日分享的过程的中间，我要讲我伫男神所拄到的事。当我伫准备这篇讲道片的时阵，我回想我入去男神的故事。其实，当我一开始入去男神，我是读7年一贯制。所以，当我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入去男神，其实入去第一件事面对着啥？真古锥的代志。当我伫回想的时阵，我迄时阵伫写报告，连报告爱做封面，我嘛毋知影。所以，当我入去男神的时阵，一开始真惊吓。暂时当我甲身躯边遮个同学伫遐伫讨论、伫读册的时阵，发现哇，身边的同学一个比一个较敖。会晓弹吉他的，会晓唱歌的，哇，读册真敖的。我咧想，上帝啊，你啥叫我来到男神？甚至到后来，我印象真深。伫阮神学院内底有一个老师叫刘清泉牧师。当阮1年的时阵上伊的课，伊甲阮讲一个真古锥的几句话。伊讲啊，恁遮的高中毕业无读大学的来遮读册的新学生啊。我要互恁狗屎变黄金。这段话我想真久，暂时放伫我的心中真久。虽然伫迄个时阵，啥物拢毋知影，你来到男神伫遐咧读册，但是到后来，这个老师讲一句话：狗屎嘛会变黄金啊！请你着认真去行答吧。所以我永远会记得，当我伫男神读第一学期结束的时阵，我真紧张。紧张啥？我可能毋知影倒一科会去用断掉，这是逐个大学生拢会拄着一个真沉重的事。但是当第一个学期过了后，我到后来读到7年毕业，我就无烦恼这件事，因为我知主啊，我毋是因为我敖，是因为你拣选我，我愿意，我来到主你的面头前。所以当我伫男神的日子咧过的时阵，我永远会记得一个真古锥的代志。当我要毕业啊，逐个神学系做伙伫遐伫开会，伫讲一个代志。因为阮拢爱读希腊文甲希伯来文，话学弟妹就伫遐分享，这真困难，真艰苦。我徛起来讲一句话，无啊，我会记得我迄时阵伫读希腊文甲希伯来文，我搁带人去西亚吃宴呢。然后我边仔一个同学徛起来讲，我看你读册对1年到7年，敢若拢真轻松啊。我讲无啦。我嘛是有认真的时阵啊。其实到伫后来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就亲像咱今日经文所讲的，当咱行踏伫咱生命的路站，当咱行伫咱的侍奉的道路内底的时阵，人永远袂交集。就亲像我共款，当我高中毕业的时阵，阮某会牧师甲我讲，你若要行这条路，那安尼大学免读啊，去7年制，7档。上无互你造就较深定，但是拄入的时阵，真正真惊吓。伫这个惊吓过程的中间，学习一件事，我靠上帝看见家己的无够格，就亲像今日经文共款。所以经文怎讲？上帝安怎拣选人？伊拣选人是咱真敖，所以伊选你吗？还是你偌有气力，伊选你？其实一个真重要的事，看你是毋是有愿意。其实上帝永永远远拢伸手咧邀请你来行一条服侍的道路，行一条伊所引出的道路。但是咱是毋是愿意进入这个邀请的过程的中间？你是毋是愿意？所以当咱看见家己无的时阵，靠看见上帝的大气力。无一切拢是空啊！所以到伫后来，当咱咧讲起咱生命的故事的时阵，当咱搁一摆伫男神纪念主日咱三甲主日的时阵，直接无要讲我偌高，无要讲伫男神内底大家偌厉害，是要讲起一件事，
互上帝显明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有一个牧者，伊安尼讲：上帝敢有无公平的时阵？咱定定可能伫咱的生命拢会讲到即个代志。有时咱会讲，迄个人是安尼，迄个人是安遮好，为什么伊就有即个机会？为什么我拢无？咱会讲上帝啊，你到底有公平无？但是这个牧者煞人咧讲，当咱在讲是毋是有公平的时阵，是咧讲啥？当对咱家己较有利益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有计较公平无公平即件事？啊，公平到底是啥认定的？伊煞来讲，上帝真正无公平。迄个无公平是对耶稣无公平。耶稣无犯罪，无应该承受任何刑罚，更无应该受死。但是伊代替咱有罪的人，互咱因为伊得到救，得到称义，暂时得到永远活，得到上帝恩典。安尼对谁较无公平？这是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重新思考一个真重要的事。就亲像伫我的生命过程中间共款，当我伫读册的过程，伫男性受造就的过程的中间，定定嘛咧想啊，上帝啊，你是安敬我？啊，我到底会当为着你做啥物事？有时嘛咧想，啊，别人拢安那，啊是安那，上帝你敬我来是要做啥？伫学院的过程的中间，一个学长安尼分享，咱敢有想过？啊，为什么咱要入来神学院？为什么要服侍？这学长讲一个真古锥的比喻，我听了我嘛感觉袂歹。伊安尼讲，咱可能就是罪犯较重啦，所以爱来行这条为主服侍的道路，毋是咱比别人较敖啊。所以到伫后来，当我认真伫这学长的分享的故事内底，我嘛想，对啊，人啊，你无较敖，咱是要看咱到底做了啥。甚至到伫后来的过程的中间，男性有2个礼拜，早倒甲暗倒。当我读到5、6年的时阵，伫暗倒的过程的中间，有的人较少来，所以暗倒的时间无暗倒的人数较少。但是暗倒分享的拢毋是老师，拢是学生。伫学生的分享的过程的中间，一个学长伊安尼分享，伊徛开讲：当咱参与伫每一场礼拜，请你会记咧一件事。咱准备的讲道，虽然咱知，毋管人济少，但是你爱会记咧一件代志。伫咱礼拜当天内底，耶稣基督永永远远伫遐咧听咱怎样分享讲道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互阮定心合适一件事：主啊，你拣选阮，你会陪伴阮行这条道路。所以，当咱伫看咱信仰的路站的时阵，尤其是伫今日男神纪念主日，咱可能会讲啊，罗牧师来绝对要做几件事。第一个代志，募款为着男神奉献；第二件事，就是叫大家来读神学院。其实对伫我来讲，还有一个更较重要的代志，互咱大家看见咱甲主同行迄条道路。毋管咱是毋是要行搭伫服侍神学院内底，正做全职的侍奉者的一条路。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服侍的道路，但是咱是毋是有认真行？就亲像咱今日经文的一开始所讲，咱的服侍，咱的使命是为着啥？上帝拣选咱是为着啥？主要是咱是毋是愿意伫这条道路顶面？所以到伫最后，请咱会记得，人的呼召甲上帝拣选在伫一个关系结连，迄个结连在伫耶稣基督的拯救。当咱三角聚集伫这中间，当咱在看见十字架的时阵，你看见啥？在讲起一个机会，咱才有一个机会，甲上帝有结连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互咱行一条正圣的道路。
这个真诚的道路，要互看见一件事，主伫我身躯顶所做的事，即摆嘛要将这个福气传互你，互你看见上帝恩典教你三甲之地。所以有一段话我真爱，叫做看无家己，只有基督。其实人啊，当咱伫行到咱的信仰道路，对伫我本身来讲，我无期待人看见啊，你牧师外教拄外教，哦，你牧师安那，无啦。我期待伊会当看见，哇，真正有耶稣基督伫咱的教会内底，伫咱即个社区内底，毋是看见人的教，是看见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位牧师有讲起两段话安尼讲，伊讲啊，明捌每一个工作的价值，用你坚强的意志甲信心来完成伊。但是伊伫讲即句话了后，佫讲一句话佫较水。伊讲啦，伫我生命内底上伟大的快乐，是上帝的存在。当上帝甲你同在的时，你就会当做任何的工作。这是一个真水的话。当咱伫咱的生命在跑走的时阵，毋通看轻咱所行的每一件事，因为只要有主甲咱伫地，咱就要行这的代志。所以伫最后，我分享我生命的故事。伫阮7年一贯制的过程的中间，有一句话我真爱，叫做“待落去”。阮的学中拢甲阮讲，处理牧会真简单，做一件事，将你家己待伫迄间教会，待落去，互遐人毋是看见你本身荣光的生命，是将你待落去，生出福音的种子。哇，即句话真水啊！所以对伫我本身来讲，当我做传道到伫我做牧者的时阵，我每一当拢会甲我的会友讲道讲一句话。我毋知伫今年服侍，伫我徛伫即间教会内底，毋知大家有看见我无够格的所在无？甚是伫迄个讲道的过程中间，我嘛在问家己一件事：上帝啊，你是毋是爱我去继续行即条道路落去？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主啊，是你互我行即条路啊！我嘛需要搁一摆问你，我到底行了对也毋对？这是对伫我来讲一个上大的勉励，因为大家看见我，应该拢会问一句话：哇，牧师你真少年哦！甲大家讲，我71年厝的。当我去第一间教会服侍的时阵，我做传道，真紧张，因为安那，我抽签，我足想要抽去庄脚教会，因为大家人情味较重，上可能会当对我较有忍受的空间。但是无拍算，第一间抽起来啊，代志大条，高雄中会，然后分派去一间文化中心边仔教会。无大紧，哇，人数阁有淡薄仔济8通的。当我第一天入去的时阵，我真正无适应，因为安那，我真正真少年。当第一届在开中职会的时阵，我坐伫遐，哇，下骹遮的人，有的人会当做我的阿公。所以我咧想，上帝啊，你是怎叫我来遮？所以到伫后来，伫我正做传道的迄段时间，我感谢主，有这中职正做我真好的同工。甚至我有时会讲，因是我服侍过程的一个老师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当我开始服侍的过程中间，其实我真惊呢。每一届要翕相的时阵吼，我拢去叫会友紧来。我印象真深，一个小会员甲我讲：“牧师啊，你着徛伫遐，传道啊，你着徛伫遐，大家都会活过来。你徛好你应该徛的位置。”我咧想，对呢。但是我做传道，毋是我教，是主啊！你叫我行即条道路，就亲像伫我的生命内底有同行即个正做牧师的即条路。我的小弟真古水，伊考圣学院考3届。另外一个是我辅导的青年，
当我做神学生的时阵，一个青年来到我的身躯边讲：啊，罗哥啊，罗哥啊，我想要读神学院的。我大甲讲一句话：你倒去想看卖，上好是目。为什么？这条道路学得行，但是当你愿意进入这个服侍过程的中间的时阵，请你会记得，互你的性命真正伫主的内底，真正带落去。所以到伫后来，伫今日南城的纪念主日内底，真感谢主，互我有机会伫遮甲大家分享。伫分享的过程的中间，请咱会记得。伫咱教会、伫咱规个教界的中间，神学教育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为什么安尼讲？当咱期待有一个好的牧者的时阵，请咱会记得将咱教会感觉优秀的青年送去神学院内底，互伊受到好的造就。伫咱教会内底有好的培养，伫神学院内底有好的造就。到后来，伊去到教会服侍，较有法度成做一个认真好的牧者。无咧，无咱拢安怎做？将咱感觉好的人才拢安怎做一件事？我考到国立大学，考到台大的，就互伊去答台大做医生啊！读神学院心梦啊，过一站较来好啊。然后咧。然后，什么人要来到教会内底服侍？什么人愿意将咱好的青年，将伊造就了，成做一个好的牧者？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。暂时，请咱会记得，尤其是咱这青年人，毋通看你少年。其实，上帝竞选在早就选到你啊！为什么我安尼讲？若知影我的故事的人，拢会知影一件事：我还未出世就去我的妈妈奉献伫主的面头前。所以我印象真深。我妈妈永远拢讲：你国小写我的志愿拢讲我要当牧师。我讲有吗？敢有可能？但是无拍算到后来行这条道路。伫这条道路的过程的中间，请咱会记得，我永远认真做一件事。我可能无法度成做一个真优秀的牧者，但是我期待一个代志，会当做一个认真的牧者。上无伫主的面头前，我认真看册，认真灵修，将上帝的话认真甲大家分享。可能也有做做袂到的事，但是请咱会记得，伫今日南城主日的中间，咱也有法度会为着神学教育做奉献，因为这是咱过来教会10年、20年、30年教界过来的道路。暂时若有意愿的，请你行这条道路，请问家己，你是毋是愿意？请问家己，你是毋是愿意行这条道路？若愿意，请你奉献你家己伫主的面头前。行这条道路。第三件事是一个真重要的事，请咱为着神学教育这个神学生、这个牧者祈祷。因为伫咱现今的世代，社会一直在变迁，社会一直在进步。我拢常常在甲同工分享，即摆只要徛伫讲台顶，伫教会服侍的同工，拢是好同工。当咱在讲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阵，期待咱嘛为着咱的牧者，为着这个神学生祈祷，就亲像咱教会共款，咱可能有时真期待有神学生，但是咱怎样看待神学生？有的教会怎样看待神学生？阮教会就欠某米人才，神学生来若无的拢叫神学生做。但是请咱会记得。神学生是互咱来到教会一个学习的，请咱用祈祷的心、扶持的心来做伙行这条信仰的道路，包含牧者嘛同款。因安那，阮嘛是军队主的人，
嘛需要大家做伙行踏即条道路。就亲像我顶礼拜还搁伫甲教会会友分享一件事，牧师吼，搁较安那嘛是2个人尔，最近搁生2个囡仔，需要吼大家同工做伙行即条信仰的道路，大家做伙扶持，互咱行一条水的道路。所以期待咱做一件事，为着咱教会遮的牧者，为着咱的亲人来祈祷。毋管伊尾仔是毋是要行到即条服侍的道路，但是咱拢咧行一件事，伫上帝信仰内底行出伊所欢喜的道路。所以伫每一届我咧就任的时阵，也是阮每一当就任的日子的时阵，日期到的时阵，我拢会甲阮的太太做一件事，重新念一届阮就任书，暂时伫遐签名，搁一届伫遐祈祷。主啊，有时阮真正开力无够额，但是阮重新愿意伫你的面头前恳求主你的恩典。这段话是伫我的就任式内底一个我真意爱的一段话，伊安尼讲：什么叫做上帝恩典？上帝恩典另外一个名就是啥？意外。意外是因为安那？人看袂透人心，嘛看袂透迄个看透人心的上帝。上帝恩典有当时啊，互咱安那惊喜，但是有时会互咱安那跋倒。为什么？上帝恩典超过人所认为的事。上帝恩典推翻社会会认为对的代志。上帝恩典挑战一切认为是奇的事。伫上帝恩典的面头前，人会当做只有谦卑安静；咱会当做只有心存感恩。我感觉即句话写真水啊！上帝恩典来，耶稣基督来到即个世间，毋是大家拍扑啊欢迎呢，有的人真惊吓。但是对伫咱来讲，有一个真重要的事。当咱做伙行踏伫即条正诚的道路内底，毋是咧讲起咱外交，是咧看见咱无够格的所在，暂时牵条主。就亲像我常常甲会友讲的，感谢主，我有机会出国佚佗，伫侪教会外口，拢画啥物图，刻啥物雕刻，拢伫画天堂甲地狱。当你入来到教会，你是准备怎样的心？当你讲要为主服侍，当你行踏伫主的道路，你到底为着啥？咱今日是毋是准备好心来到主的面头前？也是咱坐伫遮伫想，我等下要食啥？我等下要去倒一间百货公司买啥物物件？就亲像今日男性主日。伫今日的时阵，侪为主做工的遮牧者、遮神学生，请咱搁一届为着因祈祷，互咱过来的日子，互咱过来的教界，伫咱的祈祷、伫咱的奉献、伫咱的服侍内底，愈来愈水。伫上帝眼光，诚做好搁水的历史，咱三甲来祈祷。至诚的天父，阮搁一届感谢主你，感谢主你，互阮也有机会来到主你的面头前，领受主你的恩典。主啊，阮知阮真正无够格，主啊，阮知阮无真够，但是主啊，阮愿意拍落伫主你的面头前。主啊，请差遣阮，互阮伫阮的工作，伫阮的性命，伫阮所做一切事顶面，显出主你的荣光，互人看见阮的性命，看见主你的荣光，互阮的性命满满有主你的恩典，甲阮同在。互阮无论去到倒落，诚做迄个所在祝福；无论阮做怎样的事，拢诚做迄个所在的荣光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即时来应答上帝的听，咱来吟圣诗321首。
圣诗321首，万国万人拢有一遍，决心归主是应该，真假善恶时常斗争，到底你我谁一边？阮大目标，中心立志，定你相通也随迷。你所竞选，赶紧决定，要点黑暗也光明。请咱起立，吟全首。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决心归主是应该，真假善恶时常看斗争，到底你我对一边，阮大目标中心立志，你行动也随迷，所竞选赶紧决定，点黑暗也光明，为着真理有时刻开，好难是宝贵，调真理命令动，行义到尾成功，勇敢的人竞选真理，大的人愿意情所不转，好的信仰，到尾真人为英雄。暂时从行，为真阮着善，有当行做伊分业，是地位受有苦楚，因将。你渺茫在世间，上帝行伫你我心面，受看顾伊行日，也是切阿妹，请坐，这是来准备奉献。
兄弟请坐，平安礼请陈牧师。咱今仔日是男神主日吼，咱多谢罗牧师来到咱的中间，来，应该是讲来，请咱大家来为着男神来奉献吼。牧师去元岛教会因教我讲台，两位兄弟。咱的教会为伫即礼拜开始，礼拜了圣歌队要留落来练歌，特别嘛要邀请妇女留落来练歌吼，妇女嘛要练，因过来伫迄个母亲节，要参加迄个活动歌吼，咱大家拢来尽量留落来练。圣歌队是一个真特别的服侍，这个服侍会互你足喜乐咧。我要甲恁讲吼，咱唱歌毋是唱互会友听，咱是唱互谁听？唱互上帝听咧，吼！咱着爱来认真来参与吼。伫即年外吼，拢调用阮圣经班的学生来赞助。吼，当然训练这个囡仔真好，但是我常常咧看，咱坐伫下面有足侪人真会唱歌啊！吼，咱来坐过来这边，吼，坐过来这边唱歌，吼愿上帝感动咱逐个人的心，咱来参加咱的迄落圣歌队吼，上介好。海你是安怎？我咧讲，你着戴口罩吼，你的心咧猫啊吼，你前拢坐伫这边的。请你等者嘛爱留落来吼，上好咱甲遮坐满吼，嘿，即摆你甲看三了，伊也坐袂满，足害咧吼。大家来参加，所以咱若参加圣歌队的，参加圣歌队，咱即摆佫甲妇女要夹咧唱，预明有一个预备，咱若是安尼一直练到明年吼，咱的圣歌队的歌会足济咧。会足济吼，咱来感谢主，咱教会有遐尼优秀的青年咧为咱有备。恁兄弟，你有感觉即阵的气候真好吼？春天已经来啊吼！你若看咱外口迄个道观开甲足济有无？吼牧师伫2礼拜前将迄落饭仔的迄落幼树机甲拉落来了后，遐个饭仔吼拢总迄落伊的嫩芽拢总出来，嘛足水的吼。牧师佫甲迄落百合花
该用互伊关起来。所以咱今年，我看咱教会不管什么时阵拢有花，咱渡关了，迄落咱的百合花是过偌济了咧开的，吼，咱过偌济了，咱会当欣赏咱的百合花吼。啊，今年迄个品瑞送我几盆虞美人，放伫阮厝的头前吼，啊嘛开甲足水的吼。咱教会有真侪真水的花，啊，迄个玫瑰花伫遐嘛开甲足水。啊，上界重要就是遐鸟啊，拢飞转来啊吼。吼，我拢听因的声啦，我袂晓认迄什物只，但是有足侪足无共款的声吼。迄就是无共款的鸟啊，拢总飞转来吼。鸟嘛飞转来，得当教会唱歌互上帝听，吼。所以等一下，请咱较侪人留落来唱歌互上帝听，吼啊！我有看即个台南县，恁等下是毋是要放这？咱有要放这吗？吼，安尼台南新学院的迄个，咱等下会当来看者吼。安尼咱着甲咱的厝边隔壁互相请安，咱今日着免用耶稣听你来请安，咱甲大家讲耶稣听你，吼，嘿，耶稣听，毋免牵手嘛，无要紧吼。用目睭示意吼，耶稣听你，嘿嘿，耶稣听咱每一个人，耶稣嘛祝福咱每一个人，吼。咱即马来看迄个台南新学院的迄个迄个PowerPoint吼，咱会当来看啊，报告一上。台南新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神学教育机构，真侪年来培养真侪教会传道者、教会音乐的服侍人员以及社会机构工作者，落实福音在地化。哇，不得了！啊，有的同学啊出国留学，啊有的咧读博士班吼，啊咱嘛咧吼，感觉足欢喜的，哇，新的时代搁伫要出来。1869年，李修牧师甲马雅国医师分别伫个高雄、基澳、台南府城成立传道者养成班。到1876年，将两地合并，创办了台南大学新学校，是新学院诞生的开始。日本时代因为拒绝日本政府干涉校务，关校8档，到1948年较过复校。真侪年来，成国教会机构的扶持，会当陆续扩建，慢慢成就古典美观的建筑。所以就是有这个建设，啊有这个硬体，啊有这个募款，啊有这个奉献，黄宗辉牧师这有心的人，伫遮来为着这间校奉献您的生命，所以新学院大当伫这个所在继续传承。从这个超保守化的天主教会来说，相当自由化，对。学艺课程除了神学教育，嘛有社工、教会音乐以及台湾语言文学等多元师资。硬体设施，譬如讲校舍、办公室，甚至现代化图书馆，拢更加完备。长久以来，透过学院培养，历代教会牧会的传道人员，充满台湾各地，落实在地的神学教育。牧会的过程的中间，我对六甲到关庙的新房，到今仔来到伫后甲教会，我就是保持着这款，免神学，免落实伫在地化，免教会，免行出伫社区。伫学校，阮都拢有迄个小组同学的中间都爱彼此照顾，互相帮衬，互大人伫读册、伫生活拢会当真顺遂。所以伫教会依然是安尼，将迄个疼心带来到伫教会甲会友三甲分享。这是一个很重视台湾本土的价值，还有对多元族群很友善的一个地方。
大家是现在可以理解彼此在说什么，可是也尊重说我们有不同的背景。耶稣基督伊嘛是用这款道成肉体来伫这个世间，所以台南新人伊就是要教这的学生嘛，用这个神学要注重伫道成肉体，定睛伫本土，关心社会、人民甲公益，所以这是这的神学教育真要紧的一个特色。不过，福音工作有今仔日的成长，各教会机构对学院的支持，一直是重要的一部分。未来学院也面对各项整建的需要，迫切望各界的扶持。过去咱台南新人都有足侪听主、听人，佮愿意奉献的遐这一直不断伫遮奉献，所以我嘛是直接对心底献出感激、感谢。实是上帝纪念这个事，所以嘛，望咱为着这个新人院大道，为着这新人院奉献。咱即马入案了后，有真侪教育部要求，遮的教学系统或者是遮的设备的提升，这拢是过去咱家己在经营的时阵所无按算到的设备。经过8年的台南新学院，秉持感恩以及对福音工作坚定的信念，未来望伫基督支持中稳健经营，甲各教会同工继续为传福音更加骨力。这时我来报告，咱来看周报。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本周聚会，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，拜五家庭礼拜暂停，拜六7点半青少年团契伫教育馆，查经班伫教育馆2楼。后礼拜圣公服侍诗会，陈英宏老师、陈英宏长老领诗，庄家庆兄弟、苏琴、李慧英姊妹、苏宪、吴素基、张世昌2位执事。招待第3组爱参暂停。新眼光读经表，请咱照顺序家己来看。集体交通第一，本主日男神主日。欢迎罗祖乾牧师来正道，各替新人院来请安报告，请兄姐同心关心神学教育的需要，齐心奉献。第二，3月27日早起11点，陈基正、尤雅丽因的新厝要来入厝的感恩礼拜。愿上帝使阮祝福，为着备办餐点，请愿意参加的怡珍来报名。第三，3月28开始是受难周，请大家敬虔备办心，来悼念耶稣十字架大爱甲救赎。第四，杨那村执事纪念奖学金申请的资格，大学70分，高中70分，高职75分，国中75分，国小90分，请赶紧来交成绩单。第五，疫情的期间，为了确保健康，请大家做好自我的保护。出席礼拜甲聚会，请戴喙罨。第六，为了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如果有出入，过界人员来更正。大多数项第一，
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为身心欠安、陈素、张庭、詹清真、庄严、詹达、詹天碧、吴彩云、洪玉基、庄仁举、刘克龙、洪在经、洪占素莲、王金新，为了这几位来祈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，要升高中有超恩、千亿、为宗甲为做。第四，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来祈祷，有富林教会、自主教会、德科大雅教会。以上报告，请咱来吟上营圣诗510首。俄罗斯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伫普天下，同心俄罗上帝，俄罗三位一体，爸囝圣神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俄罗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。同心俄罗上帝，俄罗三位一体，爸囝圣神。阿门。咱请罗牧师来祝祷。请咱用敬虔的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教会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各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圣神的恩典，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，代代不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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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